哇，好靚啊！佢係將嗰啲客家文化咧，用現代嘅角度去表現出嚟。哇！今日呢條片咧，會同大家喺屏東玩2日1夜嘅。唔講大家可能唔知啊，屏東係一個充滿藝術文化氣息嘅地方嚟嘅。我哋會同大家行下好多文青小店，參觀一啲咧文藝展覽。當然唔少得嘅，會食好多文青嘅美食嘅。咁喺影片開始之前咧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最好咧可以幫我分享條片出去，等更多人可以睇到我嘅影片，俾我一啲鼓勵拍更多影片俾大家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士多媽 Alan， 我而家咧一個人嚟到屏東。今次咧係我移民咗台灣5年咧，第一次嚟屏東試玩，而且咧仲要係撇甩咗阿 Joyce 第一次喺台灣獨遊。唔好話第一次喺台灣獨遊，可能今次咧應該係我結咗婚以嚟第一次自己出嚟玩2日1夜過夜，所以感覺對我嚟講咧好新鮮，又感覺好自由、好放鬆咁樣，有啲開心。唔知大家諗起屏東，你會諗起啲乜？好多時就係諗起去墾丁啊，去小琉球會經過嘅一個地方咯。其實對我嚟講都係嘅，我嘅印象中屏東就係一個鄉下咯。咁但係咧，當我上網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，發覺原來屏東咧而家係有好多文青同埋文青嘅美食嘅。事不宜遲，咁呢條片咧就同大家玩一個2日1夜嘅屏東市文青之旅。咁我嘅第一站咧，而家我就喺屏東市嘅勝利星村。其實呢個勝利星村咧就係一個眷村，就係台灣周圍都有。不過呢個咧係一個超大型版嘅眷村，即係類似台北嘅44南村咁啦。不過比44南村我諗大10倍左右咯。咁佢裏邊咧而家進駐咗好多嗰啲文青小店啊、咖啡啊、餐廳啊、手信鋪啊、一啲文創嘢咁樣，一齊睇下有啲咩睇。原來呢個勝利星村咧係以前將軍住嘅眷村嚟嘅，係佢個範圍真係比其他眷村咧大好多，而且嗰啲屋咧係比其他眷村都靚好多，真係值得嚟行下。呢度有個乖乖故事館喎，講個好搞笑嘅嘢俾你聽啊！阿 Joyce 以為佢嗰個帽咧係頭髮嚟，其實人哋係船長帽嚟。講樣得意嘢俾香港人知，台灣人咧好多時都會擺乖乖喺電腦側邊，即係寓意個電腦要乖乖地，唔好壞咁解。呢個文化幾得意嘅，你嚟旅行都可能會見過，不過你冇留意。你下次咧見過啲收銀機啊或者電腦側邊擺咗個乖乖，就係咁嘅意思。原來勝利星村咧係日本殖民台灣後期嘅時候咧，個屏東飛行場嗰啲軍人嘅宿舍嚟嘅，咁所以唔怪得知道咧咁多飛機嘅一啲展品。哇！呢個旅遊服務中心有自己嘅名㗎喎，叫屏感覺所喎，都幾有質感啊！去望下先。呢度個裝修好日式喎。喂，有部 VR 機喺度喎。哦，佢呢度有個 VR 係用嚟睇屏東嘅景點嘅，帶你去。我而家眼前就睇到一個屏東嘅山花海喎。哇，犀利喎！呢度係一個聲音房啊，咁你戴住嗰個 headset 之後咧，佢就會播住屏東原住民嘅民謠，吹緊鼻笛，就一路欣賞住屏東嘅風景咁，個感覺都幾寧靜、幾舒服嘅。哇，好犀利喎！呢間房，佢係270度嘅屏幕，哇！我咁講，呢個係我去過最靚嘅台灣遊客中心。佢裏邊咧做得好 sensational， 不論你嘅視覺啦、聽覺啦、感官啦、觸覺啦，佢都顧及到。你可以喺裏邊咧了解到好多屏東嘅嘢啦，睇到好多屏東嘅風景啦。另外佢仲整咗好多本咧屏東嘅旅遊書，整個設計咧好美觀。你仲可以 download 佢嘅電子版跟住玩。咁如果你想玩屏東嘅深度遊咧，記住嚟呢度逛個圈，再跟住佢啲小冊子玩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嚟到眷村咧，梗要食下眷村菜啦。揀一間叫黎記眷村食堂 ，Google 上面都幾高分，有4.5分。咁佢真係以前喺眷村嘅一個屋嚟嘅，我哋真係好似坐喺人哋屋企入邊食飯咁。這是我們菜單有要幫你介紹一下嗎？好，我有推薦的嘛。好，
這上面這邊是我們的主食區，那旁邊有這個紅色圓圈的，就是我們招牌菜。主食的部分就比較推薦可以點我們的肉燥飯、肉燥麵或黑芝麻醬麵這三樣。我點咗佢嗰個招牌咧，冰醬鴨肉飯，哇，聞落咧都幾香，佢有好多嗰啲炸葱蒜。個 set 咧做得好精緻，174蚊有碗即係鴨肉冰醬鴨肉飯啦，有個鴨肉丸湯，跟住有2個配菜筍絲同埋蘿蔔咁。我覺得個味係幾好食嘅。我套餐仲包有杯飲品，咁我就嗌咗個桂花蕎麥茶。呢個桂花蕎麥茶好飲，好清爽。食飽啦，我個人係幾中意呢間黎記眷村食堂嘅，但係佢就唔係嗰種好驚為天人嘅好味咯，佢係嗰種咧比較屬於精緻啲嘅就得。譬如個米咧係煮得啱啱好啦，個酸菜鴨丸湯咧個酸菜味又唔會過酸過鹹啦，個調味係剛剛好，唔會用過多嘅調味令到你覺得特別好味。我係好欣賞呢種咧比較精緻同準確嘅嘢食嘅。如果你都中意呢一種嘅話咧，呢間係啱你嘅。喂，呢度有另一間喎，叫阿漢私廚喎。就咁行呢個勝利星村咧，都就咁望都望到有10幾間餐廳啊，仲有咖啡咁樣。哇！呢度有一間茶創意雨林餐廳，嚟呢度感覺咧好慢活，好 chill 啊！好耐冇試過咧咁嘅感覺啦。雖然同阿 Joyce 去旅行咧都好慢活，好 chill 嘅，咁但係一個人咧又唔使點講嘢，可以同下自己對話，諗下嘢，咁係即係幾放鬆。屏東市咧個市容都幾靚㗎喎，好多巴士站咧都好有設計嘅，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。我已經見到好多個都係咁嘅，見到咁多呢啲藝術品啊，呢啲咁靚嘅嘢咧，個人心情都開心啲。呢度啲紅綠燈好有趣啊！你睇下呢個紅燈咧係個男仔跪喺度同個女仔求婚啊，綠燈咧就係拖住手過馬路咯。唔知大家見唔見到？過咗嚟咧，屏東美術館呢邊睇奈良美智嘅畫展啊，今晚俾我遇到，好開心。呢個館咁得意嘅，叫演武場喎，好日式喎，係咪日治時代嘅一個建築物嚟嘅咧？嗰邊有個牌，去睇下先。好多人咧以為屏東咧係喺台灣嘅東邊嘅，其實屏東喺台灣嘅南邊，喺高雄嘅隔離嘅。咁佢以前咧其實叫阿後嘅。咁點解叫咗屏東咧？係因為咧佢喺高雄嘅半屏山嘅東邊，所以叫咗屏東。咁呢個展板話咧，呢個演武場咧係日治時期嘅一個競賽活動嘅地方嚟，係用嚟做柔道、劍道同武術嘅競賽活動嘅地方。呢度嘅地方咧好得意，全部咧都係要除咗行先入得嘅，不論啲餐廳啊、coffee shop 啊，甚至美術館都係。哦，呢邊係賣精品嘅。哦，有啲畫啦，啲手機殼啦，有啲 figure 啦。哇！呢個 tote bag 都好靚，仲有好多佢嘅當然佢嘅畫集啦，有個書啦。跟着朦朧潮濕的一天去屏東，好期待啊！睇完啦，咁因為裏邊咧唔可以拍視頻，所以冇拍片俾大家睇啦。其實咧就係奈良美智同台灣合作嘅一個展覽，咁佢係比較特別嘅，因為咧呢個展覽唔係佢嘅個人展覽嚟嘅，係同台灣政府合作。事緣係因為咧日本3.11大地震之後咧，台灣對日本好多幫助啊嘛。佢為咗感謝台灣咧，佢就嚟台灣咧畫咗呢幅畫，就係朦朧潮濕的一天。其實個展主要就係睇呢幅畫，呢幅畫咧係超級大幅嘅，差唔多有2米高，咁係真係畫得好靚。咁另外咧，因為佢嚟畫嘅時候咧，咁啱就係接疫情嘅時候，佢就喺台灣隔離，咁佢就用咗好多咧廢紙啊、嗰啲草稿紙啊、嗰啲包裝紙啊，畫咗好多素描。咁嗰啲素描嘅真跡咧，都擺咗喺度做展覽嘅。咁大概有幾十幅啦。咁咧個展覽大概我諗，如果你唔係好認真去研究嘅話咧，10至15分鐘就睇完㗎啦。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，都可以嚟睇。佢係做到5月25號，即係出呢條片嘅時候咧，大家仲有3個禮拜嚟睇。有興趣嘅記住嚟啦，喺屏東啊，順便嚟屏東玩啊！今日天氣好熱啦，
睇完個展覽咧，我哋去食碗冰先。屏東咧，我發覺咧行咗陣間咧，好多冰店。我嚟咗呢一間咧叫做 QQ 甜品工作坊，喺正個頭先個屏東美術館隔離嘅啫。我買咗個咧奇異果嘅水果冰，好香，透心涼。屏東嘅物價咧比台北平好多。呢個冰大家估下幾錢？呢個冰咧120蚊台幣咋？喺台北食咧，我諗要double價錢。行到咁熱食翻碗冰咧，真係超級解暑。咁食開冰就同大家介紹下啦。屏東咧將會喺5月中間嗰2個禮拜六日，即係10號、11號同埋17號、18號咧舉行2025屏東涼夏祭。咁到時咧就會有70幾個商攤同埋30幾間冰店咧去參加嘅。咁係一個超大型嘅涼夏祭嚟嘅。咁佢個涼夏祭咧係會設計到好日式嘅，有日式嘅佈置啦，有立食區、坐食區啦，啲商販咧都會着住日式嘅浴衣，總之咧去到咧就會感受到好似去咗日本咁嘅氣氛嘅。仲會有唔同嘅活動嘅，譬如係 LEGO 啦、流體藝術同埋史萊姆製作嘅。咁個地點咧就喺屏東縣民公園舉辦，所以如果大家嗰2個禮拜有時間咧，就可以嚟屏東度參加呢個涼夏祭，順便咧玩埋屏東市，咁啊一舉兩得啦。講漏咗啊，今次嘅涼夏祭咧係同著名嘅插畫家拜拜超超咧去聯名合作嘅。咁喺筆下嗰個角色奧樂雞咧就會擔任今次活動嘅主角嘅。咁所以如果大家中意呢個插畫家咧，就記住參加呢個涼夏祭啦。5月10號、11號或者17號、18號，記得嚟屏東玩咯。我今日咧做1日文青啊，嚟咗呢個屏淵1936文化基地，又睇下啲文青嘢啊，啲博物館先。佢裏邊好似有成5、6個展館嘅，去買飛先。售票處買咗飛啦，99蚊張飛。今日總共有4個展館。其實咧，我主要就係想嚟睇呢邊呢個展館，就係嗰個屏東原民館啦、客家館同埋嗰個煙葉館。咁頭先嗰個世界潮展館就即係影相影開心嘅啫。咁呢邊就係睇下啲即係呢度嘅文化咁樣樣。屏東縣嘅靈媒文化喎，好有趣喎呢個。哦，成為靈媒有3個條件，要係女人，要有家學淵源。同埋通過禮儀先得嘅，即係師徒制嘅世襲嘅。最後一位末代靈媒，過身啦已經冇晒啦而家。這塊土地上不只有我們。哇！又係投影，犀利。哇！呢個館好靚喎，啲 art design 得啊！以前嗰啲神台啊，我哋嗰啲，佢係將嗰啲客家文化咧，用現代嘅角度去表現出嚟。個 art 好靚啊！呢個館，哇，好靚啊！台橋喺度出家，哇！徐骨肌光影體驗入口，哇，勁啊！好犀利啊！係咧，行緊喺以前個工廠嗰啲機器嘅中間，跟住加咗好多燈光 show 咁樣，哇，犀利！參觀完呢個屏煙文化基地啦，我覺得係超級好睇，特別係個客家館同埋個煙廠。係真係結合咗一啲現代嘅光影藝術，好似 TeamLab 咁，去描述過往嘅歷史咯，係真係好靚，成個 art 咧 design 得好好。你真係要嚟過咧，你先感受到嗰種嘅震撼。其實我睇嗰個客家館嘅時候咧，我有啲感觸嘅。之前喺怡保都有參觀閒真別墅，又係講客家文化，就係客家人去到怡保嗰個地方點樣落地生根，點樣生活。咁呢個屏東嘅客家館都係講以前嘅客家人嚟到屏東點樣去到生活咯，就將佢嘅文化保留咗起嚟。
咁我諗到呢度嘅時候咧，就諗起而家嘅香港人境況好似以前客家人咁啊，流散各地，即係流散咗去英國啦、澳洲啦、加拿大、台灣。咁唔知我哋香港人能唔能夠將我哋香港嘅文化咧喺當地落地生根？即係除咗我哋要融入當地文化之外咧，唔知我哋能唔能夠我哋保存自身嘅文化？唔知有冇機會喺英國啊、喺台灣啊、喺加拿大都有個香港文化歷史館咁樣咯？如果係就好啦。咁大家香港人要加油！我们这边主要是贩售凉面、肉蓉跟玉子烧。所以你有推薦的嗎？柠檬的部分啊，大家吃起来蛮清爽的。嘿，那是采用屏東在地九五的檸檬啊，玉子燒是幾乎客人都推。了解，好，謝謝。去完平煙咧，過翻嚟勝利星村呢邊食晚飯，我嚟咗間食日本涼麵嘅，叫蘇蘇魯。喺呢邊行嘅時候咧，已經發覺好多間餐廳我都想食，全部都係嗰啲好有質感、好文青風嗰啲。呢個檸檬涼麵咧個樣好靚，試下先。好清爽，好食。太陽落咗山之後咧，舒服好多。我覺得屏東咧係一個好舒服、好療愈嘅一個地方咯。今日咧我自己去行咗勝利星村啊，去行咗平冤啊，去咗食一啲文青小店啊，咁樣都係覺得好 refresh 嘅。我覺得對我嚟講係一個療愈之旅，令到我諗翻咧我細個嗰陣，其實咧我都曾經文青過。我讀書嗰陣啊，啱啱畢業嗰陣咧，都會去嗰啲咩百老匯電影中心睇藝術電影啊，去參加嗰啲講座啊。對呢個世界就好有希冀啊，好有盼望咁。咁但係咧，自從出咗社會之後啦，就即係被社會嘅壓力同埋責任追趕啦，又有經濟上嘅壓力啦，俾呢個社會磨平晒。咁咧就好似有太確娘娘話齋，做咗資本主義嘅走狗，就要諗下點樣喺呢個社會賺多啲錢，先能夠生存。尤其是咧喺香港呢個競爭咁激烈嘅地方。今日咧諗翻起咧細個呢啲咁嘅諗法嘅時候咧，覺得好可怕。原來我嘅人生已經過咗一半啦。究竟我人生咧 achieve 咗啲咩嘢咧？喺度諗。咁今年咧我就 achieve 咗兩個人生裏邊嘅小目標啦。第一個就係 YouTube 攞咗10萬訂閱啦，多謝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咁第二個就我哋之前講我哋做個 project， 其中一樣我人生入邊好想做嘢嚟。咁呢個 project 就嚟可以同大家公佈。達成呢兩個目標之後咧，有啲恐慌，因為我未揾到我下一個人生嘅目標。我唔想我個人生就係咁樣平平淡淡咁過，所以咧我而家係即係處於一個迷惘期。我唔知咧我喺台灣可以達成一啲咩嘅人生目標，我可以追求啲乜嘢。咁上次我有呢個恐慌嘅時候咧，就係我出咗嚟社會10年，教咗書10年之後，我突然之間見到我一啲年紀比較大嘅同事啦，可能40、50歲啦，我突然之間覺得好恐慌。我唔想好似佢哋咁咧，即係做一份工做幾廿年就退休。我唔想我嘅人生咧淨係得工作呢樣嘢，所以我嗰陣咧就毅然辭咗職，同阿 Joyce 去 working holiday。翻嚟之後就好鼓起勇氣咁去創業，搞一間補習社啦。咁然之後就嚟喺台灣生活咁樣。我唔想我10年之後仍然都係咁樣樣，唔想我嘅人生就咁白白咁過咗。所以咧，我真係要即係努力去揾我下一個人生目標咧，去到實現。唔知呢啲咧係咪就係中年危機啊？即係大家如果同我差唔多年紀嘅，又冇生小朋友嘅，大家都可以留言，即係同我分享下你哋有咩人生目標咧咁樣。早上啊，大家嚟到第二朝啦，咁我就去食早餐先。食完早餐就要揸車翻淡水啦，要揸4個半至到5個鐘頭。咁我揾咗一間咧好特別嘅，係食泰式嘅早餐嘅，都係喺勝利星村附近嘅。呢間叫咧飽格製所，咁我就嗌咗一個綠咖喱煎雞腿嘅泰式早餐。佢有綠咖喱啦，有青木瓜沙律絲啦，仲有一個豆腐肉丸湯，個感覺咧好泰式。另外咧，我仲加錢咧點咗呢個班蘭拿鐵，因為我好中意班蘭味。班蘭味咧同咖啡好夾，呢個好飲。
正。試下個青木瓜沙律先，好泰式嚇。酸酸辣辣，好好味。青咖喱入面包，好好味青咖喱。個雞髀咧煎到脆邊嘅，加啲咖喱醬，好食。成個早餐好有質素，我第一次食咁樣嘅泰式、墨西式嘅 fusion 早餐，幾正，推薦。我覺得屏東咧係一個適合慢活、好 chill 嘅地方，係一個你可以咧慢慢發掘、細心欣賞嘅地方。呢個城市入邊咧有好多小細節嘅，佢有好多唔同嘅藝術嘅擺設啦，可能係個巴士站啦，可能係啲燈柱啦，都做咗好多藝術嘅裝飾。如果你中意呢啲嘢嘅話咧，你會覺得好 enjoy 嘅。而且佢裏邊咧係有好多特色嘅小店，譬如早餐店啊、coffee shop 啊、甜品店啊、餐廳啊，好多間咧都吸引到我入去食嘅。咁呢個旅程食咗3-4間啦，每一間我都係滿意嘅，無論個賣相個味道我都覺得係好嘅。所以如果你中意呢啲文青啊、文創嘢嘅話咧，你去開小琉球或者去開墾丁咧，都可以花兩日一夜嚟到屏東市去 enjoy 下，你會有意外嘅收穫嘅。咁最後再提醒大家一次啦，喺5月10號、11號同埋17、18號咧，喺屏東縣民公園係會有呢個2025屏東嘅涼夏祭嘅。咁大家記住咧，唔好錯過啦！屏東再見啦，我期待下次再嚟噶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，記住 CLS、comment、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